1939年，因中日戰爭爆發，張愛玲無法赴英國倫敦大學就讀，改入香港大學文學院。嗰一年，佢19歲，隻身來港，住喺半山寶山道8號嘅聖母堂女生宿舍。佢寡言嘅性格，加上香港陌生嘅語言同環境，構成咗呢個19歲少女漂泊異鄉嘅複雜內心。港大嘅紅磚黛瓦、穿廊過道、心中嘅窗棂、淺綠嘅簾幔、屋頂半圓嘅氣窗，成為咗日後張愛玲小說中反覆出現嘅場景。例如喺《易經》中，佢描寫琵琶沿水泥石階爬上山坡到宿舍嘅路徑，正正係從香港大學本部大樓到寶山道女生宿舍嘅真實寫照。港大期間，張愛玲多次想返上海，但終究冇付諸行動。學者黃心川指出，正係喺港大呢一段時期，張愛玲閱讀咗好多20世紀嘅世界文學作品，使佢就唔止係一個中國文學嘅作家。例如一位修女同佢講印度富商送房屋嘅故事，呢故事之後就成為小說《連環套》中嘅一個情節。在港大，佢結識咗密友嚴英，亦即係鄺文美。